再来看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拜三号邀请去美国智库的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哦。吴钊燮是表示讲，中国这几个月对台湾进行的军事侵扰，已经影响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咱即马要连线互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带咱做伙来关心。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美东时间拜三下晡伫美国研究中心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吴钊燮表示，为中国最近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就通看出中国影响和平甲稳定的行为是愈来愈明显。咱来听伊演讲。This escalation of regional tension has been eviden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CP regime continues to use various pretexts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through aircraft intrusions into Taiwan's ADIZ, crossing of the median line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major military maneuvers meant to intimidate Taiwan. 吴钊燮表示，中国除了军事行为，几年来嘛用经济威胁、外交孤立吓惊台湾社会。唔但台湾，中国嘛骚扰南海四周的国家，唔尊重别个国家的权利，伊呼吁民主国家爱做伙合作，抵抗独裁政权。伫华盛顿，顶个月拄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后个月就要就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吴茂春表示，比起制裁中国官员，川普推动的关税会当有效限制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威胁。以上是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华盛顿的报道。